香港激進政黨社民連自成立至今，行為出眾，有網民不值社民連嘅暴力行為，自發組織監察社民連關注小組，喺7月4號發起我們不要社民連遊行。關注小組強調佢哋只係香港市民，因為唔滿意社民連嘅手法激進、破壞秩序，喺議會暴力論政，又出現侮辱異見者，例如詛咒司徒華、教壞細路、誤人子弟。好唔掂，好唔掂，講粗口，講粗口，再動手，假民主，假公義，假公義，為選票，為選票，換良知，換良知，我係香港市民，我係香港市民，你不代表我，你不代表我。遊行隊伍由金鐘夏慤花園出發，遊行到灣仔警察總部，向警方遞交感謝聲明，讚揚警方喺面對暴力示威嘅時候，仍然保持克制。支持警方嚴厲執法。對於警方面對示威者嘅挑撥同埋衝擊，都仍然能夠保持高度嘅克制，為咗維護法紀、維護社會安寧同埋秩序所付出嘅努力同埋汗水，依家本人謹代表今次嘅遊行人士向香港警察表示崇高嘅敬意。多謝晒你哋。之後遊行隊伍行到銅鑼灣，向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遞交請願信，希望社會唔好再出現敵對化同埋暴力行為。唔係做 show 啊喺度。我哋今次呢個遊行嘅目的，唔係話打倒邊一啲政黨、邊一啲政治團體，而係我哋依家見到社會上好多年青人受到呢個暴力文化嘅影響，將佢哋爭取佢哋所要嘅嘢嘅時候用嘅態度同埋方法，我哋希望呢個社會係安寧、係安定，唔係咁多敵對化，唔係咁多暴力，唔係日日打打鬧鬧。希望人與人之間最基本嘅尊重、包容，我哋要有。其實要表達意見，我哋可以大家和平理性咁講嘅，唔係話一定要係去衝擊人哋先至代表表達你嘅意思嘅。更加唔好咧，抹黑咗乜嘢叫80後、90後呢啲名詞，唔一定係代表要衝擊人哋，先至可以代表自己㗎。好似司徒華，佢人就係生 cancer 癌咗腦，直到7·1遊行，佢俾人掟陰司紙，同埋一個老人家就嚟死㗎啦嚇。點可以咁？我陰毒講埋一掟陰司紙，叫人可以死，你有冇試過咁嘅感覺啊？有冇試過失去親人嘅感覺啊？係咪要社會變成咁啊？而吳文遠就話，遊行人士係對社民連作個人抹黑。就住呢班示威者作出嘅投訴同訴求咧，各位你哋睇到佢哋嘅要求，其實好多時都係全部都係個人就着個人嚟做人身攻擊同埋抹黑，而完全係冇就個別實質嘅例子嚟作出任何嘅投訴或者訴求。喺遊行結束之後，遊行人士向唔滿意社民連做法嘅市民收集簽名。喺關注小組嘅 Facebook 入面，就引用咗法國思想學家伏爾泰嘅名言，話民主最基本嘅精神係我唔同意你嘅觀點，但係我誓死捍衛你講嘢嘅權利。組織者就質疑社民連嘅支持者有幾多可以做到呢一點。遊行原本係喺6月27號舉行，但係因為天雨關係改期。而喺成個遊行嘅籌組期間，小組喺網絡開設嘅群組亦遭到惡意破壞。有人留言假扮官方聲明，同埋整假相。有網民就認為今次遊行由網絡發起，而且冇政黨背景，可以組織起嚟已經算係成功，仲叫反社民連嘅人士加油，相信會有好成績。